再来看这7月底的时阵，凯美风台呢是甲落水溪防治营业的设备拢甲冲害去。这几天因为冷气团来到地，东北季风是甲溪底营业拢总甲扣起来，这空气品质是变了真歹。水利署统计，今年这落水溪营业的事件已经累积有7天啊，目前是用水也佮有稻草甲砍掉咧，尽量减少空气的污染。这几天透东北季风，落水溪溪层的土沙用到满世界，民众到步岸边运动，拢明显感受得到空气品质变歹，烦恼食饭该配土沙。你讲风吹起来拢继续阴的？差啦，就是说如果风跑，我们风不抓。台风然后造成浊水溪扬尘的一个工程很大的一个伤害哈。那如果是遇到一些东北季风或者比较强烈的一个冷气团的时候，好，那请民众注意一下，好，关注一下空气品质状况。云林县环保局表示，7月底的凯美风台过了后，落水溪光溜溜的面积是增加800多公顷。虽然水利署第4号传分署有赶紧伫在后，加强用水甲稻草来砍溪埔，不过最近东北季风吹来，这风飞沙的情形是已经累积7天，比前年的2天、去年5天更较侪。至目前，我们今年扬尘事件日总共有7天，受到台风外围环流以及东北季风的影响。因为现在水位都逐渐的下降所以它滩地裸露面积它也会跟着一个浮动的增加。4号署表示，进前溪埔的草已经有部分予水冲掉，11月中发现有494公顷的面积光溜溜，其中有200公顷是集中伫咧自强大桥的水尾。目前已经有专力赶工，加强用水甲稻草来砍溪埔，希望会当减少营业的情形，避免影响到民众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